为听叫，欢迎你来边嚟學嘅節目。這個禮拜我哋咪講鬼嘅家族。這個禮拜特別改編是老家威威娃娃。大家好，大家話係咯 echo， แล้วก็老焦，冇老焦，差唔多一半，差唔多要老咧，焦白油，個有垃圾片。大家好。哇！你成個 sexy 了咯，成個 sexy 了咯。Salah ke no my heart 我聽到咧，故意想唔爽，แล้วก็ตาลีเจียวปิซังปุ่นเลยอ่ะอีซิงเกิลสูบหัวเถียวแล้วก็สินเจ้าชอรู้ทอเตา唔是ทอยูเต้唔是ทอยูเต้ทอยูตีนทอยูตีน還เอง大家好，การเองว่าหลายเป็นไหนหอแกนจะได้ไปก้องกุยก็สุดแต่ว่าจะขอหรือก็ได้ล็อกเดียว这礼拜咧，我人個就係對嚟講鬼故事，這禮拜啊無講鬼條故事，無講條鬼故事，無講到這禮拜就要入去講。我人維娃娃你記定當看到鬼是幾多咯？我知會記，你係記起啊嘛？唔是看到啦，你係記起啊，講個成個鬼啊！來，我嚇嗌鬼走。跳我笑，個你看到基本行鬼啊，我咧一定嘅咧個行鬼嘅。我諗去一個位嘛，問講得啦，你一時嚇，你一時就在經有看到雲灘，到底在經有看到毛毛鬼，你下個往斜行啦咯。你個講接嚟了，要講接嚟咩冇咧？有嚟講接嚟咱講嘛。我是講你接嚟咱講條，我冇聽到，我聽到人講啦，我講了。你家己係 recording 機器，你冇聽到嘅咩？冇喎。你十部的士啊，邊個事啊？好啦，哈，會話我十部的士，人就別對去聽。OK，咱這個禮拜咱講幾槍，嗰隻人，把你個 join 直接俾，等我 check 個先。好像你屬於直接 miss 你。等我講鬼告訴人，咱到底會我厝講起先。你諗下你個我把你個最近把你個起厝嘛掉。啊對。會話話。你有看到咩？你咪好啊。如果看到我早就講啦，無特別我到底你甲人講我你會記我到底去你二房啊？啊對。我去二房嘅時候接起入面，我開個手，然後 feel 看看 feel 到。無想只，我 feel 到只，搞我近 feel 到只物件啦，會話話。係咪？只抓，然後走到你去啲房間嘅 aircon room。講我把這個 second room 下的事，我後面嘅講咯。哦，笑條聲，喲，邊打呢？你媽媽去過數，你嗰時等陣 ，OK，但我未看這個，先生講鬼故事嘛，我們看就是 Do you believe in ghosts？ 我看幾%的人等陣我先 completely，Gigi，俾物件俾落地冇得擺。我想我放 effect 嚟喎。冇明明是鬼，你記定到見哪先？
OK 我見下啲，我等 start 一波啦，讓佢 start 一波這邊嘅呢，我可能就是相信鬼也是冇相信鬼，也是懷疑咁是相信啦嚇。OK 嚟，แล้วโอเคให้ซ้อมมาคุณเฮียพาซึ่งปัจจุบันจะไปคัดซ้าหรอกอ่ะให้ซ้อมมา你往幾點？จะไปห้าม講鬼個數個驚嘛。我尋鬼門佢呢口。就。喲，誒我就幾隻人鳥驚。，Vivi 話ว่า特別自綁我是冇感覺到啦，特別你會綁經呢，綁經你多啲係自己綁經呢，睇人家講。你咪自閉啊！咁講下，我仲要多你綁經裏邊啊！你咪同我講嘅。OK，冇啦，哈嘍呢。OK，嚟講，嗱學即係每項每隻錯女性托要癲。yes。托要癲，你是得會聽到當嘅。我喺日本。你喺日本啊？你我喺日本。你喺日本佚佗做工嘅是多啊？我教因這邊啊。哦，在日本啊，波上個即係日本家長啊，家長啊，你有聯絡哦？有。哦，然後即係我有搣過日本啊，boy。哦。我一聽我就不想錄日本留意。你現在冇上日本留意啊？是咩？托一啲。留意下。你聽你去日本嘅去咗幾啊？8年9年啦。哦，8、9年。แล้ว你去日本你去日本冇你邊啲學幾時聽去嘅？我聽205年有實聽哦。哦，聽你古嘅講啊。冇啊，聽一陣時啊，聽一陣無咪聽。哦，你等我接到啲。我驚話你是話驚個細漢咯，伊一年亂嘅啊，我未 concentrate 點正嗰啲了聽一陣時無你聽咯，特別有我 sister 叫我聽要嘅外國啦，要咁樣去聽，梗好聽啊，睇下聽。有時佢哋 topic 一聽到有興趣，一定咁講啦嚇。แล้ว我走去聽咯。แล้ว講緊最近個仔聽咯，個仔接來聽嚇。個仔嚇，咁聽。好。แล้ว你是新疆啦，頭一擺就我講啦。對。好。แล้ว飛機話去日本咩？你到日本就得咯。我啲near Disneyland 嚟。哦，你咪是只玩咯？你是跟你 sister，你是咁我都未到你一隻 can 啦。我不是㗎。咩啊？金哈，金嘅 sister。但是咧，特別唔係我 because 我喺日本嘅時候就有啲舞蹈人，我朋友教嘅，少少冇應。真冇應啊！我看到呢個 holiday。冇咩好的你啊！冇好的你，對唔對？你 OK， 你對，你我知道是幾句啊 ？OK， 當今每期學別生成講成。成啊！嚇，你嘅見這是親身嘅經驗，還是朋友嘅經驗啊？係咪？即係我係泰國嘅經驗。你泰國啊？泰國係咩意思？泰國。Great grandfather。你OK。你泰國是你賣講啊？是啊。你咗啦嚇？對。了，泰國。correct。了。伊講你聽啦，這個故事是。伊講我係默聽，我係默 story 搞啊啦。講下。即係伊 start 就是啲。7月半啦。7月半剛剛是愛月年末啦，是啊。我係泰國是住喺金家海邊嗰邊嘅。所以答案一過去一個島就經過嗰邊嘅海咯。所以做咩伊度過啲嗰邊嘅海？比如話說成個有人摸沙地以後尾你看。摸沙係咩？因為說有人噴刷予伊啊。伊刷伊個刷地面啊，尾啊。對。了。尾伊嘛驚咯。伊嘛我有來說奇怪咯，安怎半暝？安尼講半暝有人摸刷予伊咧。尾伊嘛驚入緊咯，伊驚入緊呢。
伊就坐刷毛伊咯。哦，唔是A个嘅盤起來啊。我驚死啦！了。本來有過一個位，過一個有人正加工嘅拉檔可能。在加工嘅灰。加工嘅灰。了。本伊灰看有成個有一個影看穿白衫看咯。白衫是幾個 uniform？我多一隻。哦，了。你看到白影，你在是雜波是雜波？我唔知咯。了。每晚驚嘛，較緊走對厝咯。每走對厝，每就唔敢講佢物件咯。每到影仔咧，伊個倒轉去迄位咯。佢伊看無物件咯。每本來看迄講迄白色影一來翕來翕去咯，是一個 scarecrow 咯。哦，所以唔是冇影啦，唔是鬼啊，伊看到是 scarecrow 那邊啊。伊驚咯。你破刷咧？破刷就是像啊，人講嘅啊。哦，伊 sleeper 咯。你走路咩路坐刷？哦，刷噴橋位嘛是哦。背嚟刷。好了。了啦。家己嚇家己，這是叫做。家己嚇家己。巴油，我在巴油只隻嘛，係巴油。travel 是。等，別生等隻燒掉先，看到底留到講下。แล้ว巴油呢巴油，即係到你別講未？定住你講嘅咁嘛，到底咧即係到你 G3 嘅係咩？就get G3 啊，get 3唔知啦。3G。แล้ว講 Star City 之類 China 嘅位佢是入去咧，我都未記做，因為我對爸爸甲人講過出國嘅 rules 就是你下 hotel 嘅門嘛。要接每嘢啊？要接 hotel。要接每件事。你接你房間是卡門嘛？然後我有I think 佢是這樣 rush 咧 ，because the next day 有 project 嘅，所以我冇去 really 想講呢物件。我到東莞嘅時候，我 check in 咧，我就頭入去嗰度，我冇講我就頭入去嗰度。然後我入去嗰時，我就看到這是幾身軀加輪順，然後我係 feel 嗰種物件嘛，然後我冇對你記 ，because 嗰時我去嘅時拄到樣autumn，所以咁冷嘛，所以我想講哎呀，佢是皮是冷係冇關係咯。然後前半年嘅時，我 feel 到因為伊個 toilet 嘅即個 design 又是 see through glass 嘅啫，即係只地下裝嘅。然後我就條 shower， 我就開條 shower 嘅熱水嘅啫嘛。我開掉咧，我袂賺過咧，咪起個咧 steam 咯。然後我啲冰先啲透衫嘅時候，冰回去嘅時候，啲 shower 我哋聽抽煙咯。抽煙嗰度，然後我就看，勁啊，喺度抽煙。然後我就。抽煙先哦。唔是，我入去我開 shower 咧，我就驚出來了。我就冇自己當嘢。你到啲外口，你抽到啲內面。我啲外口 ，yes， 抽煙到啲內面，然後我就，我抽煙啊，然後我就冇去驗，然後我就想住，哎呀，佢就我特晚我打咗嚟會樣嘅，所以大了點嘅，然後嘛冇關咯，然後嘛我就入去，佢成日也抽話，只係個話啲 steam 入面話 Zoro 嘅字度，寫。Zoro。我等到只話 Zoro，然後我就琴日我就買關嘢，我也我嘅物件啊，手夾嗰粒冰鮮嘅時候，都係講 Zoro 嘅對物件係咪出來咯？係咪？我 Zoro 嘅攞嚟 O 嘅換咗，嘅攞冰啊！一時人家都話頭毛咧，你知？一時人攞冰出咗，就我同你講，一個 moment 我就看到嘅事啦。我第一次我驗咗我身軀，黑嚟阿公擺咗。我直直念經嗰度，我一路念到一路冇氣哦，因為哦，伊個房間哦，我稍微有房間安尼拽者啦，伊房間是冷啊，袂過冷啊種咯。
แล้ว我就 feel 哇靠唔好死啊แล้ว我就唔知點咯，反正我唔知你隨住了，我嘛靠落樓靠叫伊 room service 起來咯，แล้ว我叫 room service 起來，แล้ว我唔知佢做咩，我反正嘅我是在講誒，這房間別多人啦，แล้ว叫 room service 起來，แล้ว叫 room service 起來唔係下面數，我頭上我冇上我講我要換房間，แล้ว喺 room service 上。一看我呢，安尼看咧，應該是我面是青啦。你看我 shower 嘅位置安尼咯。一看咧，開門一衝去在井入面，一講當然我聽無清楚，一開我門咗。伊我開門互伊嘛，是伊話我開我門。特別伊是在伊行入去你房間嘅時，就啲門外口一頭 Q 你門冚去走。伊 Q 我門冚，你係走。哦。去外面冚了，我嚇了，我講佢講咩話呢？伊講咩話？伊講華語。伊講嘅是黑白嘅華語，特別一清啊，一嘅聽清了我聽，我是總之是我知講伊真是真緊張安尼，伊講一句，然後我穿了大啦咯，我衝出來，我講伊咯，那伊就。伊是不是看到你把油嘅水一條才驚這樣？是咯，俾門咗。我就反正我了一萬年了，伊個 hotel 嘅樣嘅樓下 reception 就起來甲我講面度，伊講要換個一間房間，我 because 這間房間咧有伊個 ventilation 嘅問題，然後就後尾伊個人來甲我叫我去 ，but 我 still feel 你講佢哋房間有物件，因為佢叫 room service 來搞嘅時候，伊是看，伊成日伊唔是看我，伊看我後背咯。哦，伊看到物件啦，這樣啊，你才驚。一看後尾咧，結果伊開門啊，咧開門我嘛佇內面，咧笑我嘛對了開門走出去咯。然後我走出去嘅時候，對面都有 couple 對嚟看我為咗大佬，我想死啊計！我真我唔我時都真係 M 了咯，咧是單咯，特別有真快一下就擺起來咯。然後我唔知講到底是看到咩，特別我是在講佢哋手啦，看起來嘅查某手啊，因為真啊長嘅就呢個啦。散長。冇講 really 散散的，伊是 normal 嘅查某手就對啦。But look something not right 就對啦。做咩事？你點開無夠15 minute，你看到真啊清楚，伊是真係打了你 entrance 嘅門安尼就，拍車呢，佢都打了安尼。真啊，到咯我佢講了真好笑嘅啥物就，我去到我嘅 customer 嘅位 the next day 咗，我 customer 上一 trip 啊，上一 trip 呢？上一 trip。我去 meet customer 嘛，佢哋 customer 個 lead 嚇，一頭看我了我問啊，伊講啊，你印堂很黑哦，伊講我遐子哦，你因為我是毋是拄着物件？因為伊會曉。伊看你面，伊會知啊。了伊一頭伊就甲我講咧，伊講啊，儂你這遐介烏呢？了我有看啊，喂啊，伊講你是毋是拄着物件過？了我就甲伊講起，我講怎樣。伊講應該是佢哋酒店，佢哋為垃圾咧。伊講，你唔好換房間喎。伊講，但冇嚟講人教我換咧。伊講 still 我，แล้ว會唔會唔使換我哋人講符合我啦，叫我雜啲學咗房。แล้ว actually 我咧房間都冇事咧，是講真驚咯。你換是冇事，特別你刺激啦。你都爭嘅時咪真驚咯。我開咗門咋，所以冇 steam。我抌嘅了頭殼。base team 啦 ，base team 啊！哎呦，我調嘅一兜內底是糯米整嘅咯。哇！嗰時我驚小去，佢冇人help我，แล้ว我點嘅我介紹好了嗰時。แล้ว我咪咯，那是上個定住我對佢，誒，咱講過咗未啊？但你講佢哋，我講過咗未嚇？誒，有啦，咱去咧 G3G 時咧，我講過咗，我到底咧。哈密 hotel 嘅，唔係講啊。你 hotel 都無講無哈密嘛，你開條可以困嘅嘛。係啦，是啊，我是講刺激啦。你成日都聽人講，你咪是驚咯。你驚那時候難嘅理嘛，所以我哋開條可以困咯。就是講落林邦講 hold down my sausage。浪巴都會講啊，浪巴都會講成時浪丁邦白嘅人啊，上面食股無拄條啦係。你係本事自都哋啲計講話啦，แล้วรู้計 say goodbye แล้ว對佢嘅時候都另外啲 friend 係講，誒，我都條佢叫住啊，伊最近3年咪啦，佢叫人係講，
一四三年前了。了，因为我你把那个 happen 啊嘛？你把那个 happen 嘅 lure 啫，咪要。我 manager 伊把路甲甲我讲嘅，伊早7月時拄着嘅，第當然7月啊，即個學來，哦，當然7月，伊學來拄着，伊拄着伊中學嘅時嘅 Jasmine 嘅 teacher 咗，哦，BE 嘅 teacher，แล้ว伊 teacher แล้ว伊開始換摩托咗，伊換摩托又伊個仔嘅 teacher 咗，哦，伊教甲一個位，佢哋起佢哋學來嗰邊嘅。起山落山真濟嘛，一啲一個伊拄着一個人行咯，你變來這毋是我兒啊，你佢講話，你叫人佢叫伊名，伊講哇 ，you grow big 啊 ，and grow fat 啊，佢佢講話嗰陣，伊講每兒未，然後伊兒講我要去另外一個佢哋 area 咧，伊本仔去到佢哋位，原本是上邊有啷草把邊咧，就想講兒是別拄人要買榴蓮啊，是蝦米嘛，佢是榴蓮檔嘛，แล้ว伊是鄧蘭還是阿毛還是啊？不，鄧蘭是韓啊，是格林啊？格林啊嚇，格林啊都格林啊，嚇，格林啊都格林啊。格林啊都格林啊。แล้ว伊對佢嘅時啊，伊就甲伊媽就講伊講，媽都知哦，佢一個老師我嚟 teacher 啊，直直講我走嘅時成個壓呢，叫嚇，我拄着伊咗，伊講嗱地方倒啊，我未來，伊媽直頭看到伊啊。每個都 show 了都掉伊啊！因為嚇我個仔去佢哋我唔明，伊個媽都就係講，你笑啊！伊7年前 cancer 死去了啊！你去對，伊講去啊！你會唔會一隻伊個 friend 人真係人講7年前伊就 cancer 死去啊？巴魯呢？好，我講我疑我呢物件會發生，偷病咯！我是捌做夢，我幫媽安哥過。等，燒掉，咪講過，看下每日做夢嘅。我冇做夢掉，佢知道。另外一個，我講浪車時，我講嘅是叫垃圾邊講嘅是個何 BB 話講，了個即係台油店。我講啲浪車，等陣，浪車時候是我定到是我一個厝嘅 friend 啊 ，family 嘅 friend。伊度即個咩事啊？伊講伊唔是看到，伊是伊度啲學校做工，唔是學 factory 做工，伊度因為 factory 你成日自己做工時要落，你實落個㗎啦，可能嚇。因為到啲落個時，伊度燒掉伊朋友拍電話伊，伊在做 shift 做阿妹 shift，因為做阿妹 shift 就係嗰時阿妹咯，唔係幾點啊 start，即係。evening 是6點7點唔知幾點阿妹同啲阿妹時間 start，伊度講伊度小談伊朋友會 call 伊個你會 call 啦，講你使教我行，即係係咪物件到我厝，係咪只條皮行好我媽，你係咪交代伊行做物件？嚇，伊講嚇 OK 咯嚇，你咪是無插咯。伊做工出來時放工嘅時度乜仔夾節啊嘛，伊度看到報紙，講伊嘅當數浪車死你知冇到白啊，到啲。我唔知實講，我係搞嗰邊嘅，浪車司是安怎就係伊摩托拜呢時伊人幫拗咧教你阿莫官你知，แล้ว邊嘅死去啊，到底喺邊現掉就死去啊，喺度踢掉報出，咪掉車腳，我死咯，把路家計講話呢，伊個把路家教大話叫咩物件，一看伊點聲時啊，Apple 唔知5-6點就死啊，死一個月時個小談啲電話嘅。較早是就浪車嚇，你伊交代你講嚇，特別去伊厝伊伊交代，伊講要開馬咪，到時後面物件行開馬嘅物件，即叫你行開。佢了，了個等 OK，等陣個確定我昨天錄講了你昆棒時我個另外一個錄講昆棒嘅本，了當今學垃圾片講垃圾片。哇，搞到幾啲嚇，聽下魔鬼層啊，係咯魔鬼層。你一人到處你冇啲啊？我人家都佢哋下 OK， 特別係呢條啦。我1點半咧就即刻。了。然後我係講為father กับ mother 嘅 real experience 啊。講。是真久是講真細漢嘅事啦。所以後咧是為 parents 甲我講嘅咯。所以我是古早呢是水房間啦，到啲鋪地位變成鋪地位嘅。
แล้วเอเลยสิจะน่า老厝嚟咯就係你嬸姐嘅厝咯就伊人睡一個只等嘅厝啦所以講睡只黐咩啊只黐咩啊加尖只刺激嘅就所以我大啲房間係大啲中央嘅咯แล้วก็ขี่วิ่งเหรออุจจาระอันที่เหรออีกเอาไว้มาตั้งแต่เรียนนี่ล่ะแล้วอีตัวหลักเต็มแช่แต่เต้าอีกคุยไว้มาตั้งปังกี้กี่เซบินนี่สิรู้จักกูจ่ายชัวร์เหรอรู้ไปกี่เซบิน都對嘅就變盤去班帶有些嗰種所以คุยไว้มาตั้งปังกี้要響確嘅咋你舊話講啊車呢話樣หลักเต็ม呢話可能就所以喂มาตั้งนี่อุจจาระนี่ตัว聽到可能แล้วสิมาไก่講好嚟อันนั้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สิมา是廿邊盤啦，就是出去四邊啦咯。แล้ว對嚟嘅時候，看時正就係是3點嚟嗰種。我咪3點嗰種。แล้ว是家己就是教論準啊嘛，家己是未好寫啊嘛，做咩數3點？按怎3點呢？嗰陣時咪是未困啦咯，未好寫咯。但係教人攰嘅，教人個困嘅話未好寫嘛。แล้ว等間6點嘅時候，就個安迪過來敲門啦，就係講是正嘅咯。แล้ว after 早起咧是度教我father 講有條數啫。แล้ว father 講 OK，不要緊。今晚呢又我搞到白等伊，看伊個要來哦。然後呢，所謂發得咁嘛都無夠我人講嘅咋，所以人內都無困咯，只有等咯。到家3點嘅時間又為 balance 講佢就來你看咯，你看咯。所以又唔加燃料咯，就係唔加燃料啫。แล้ว攰啦嘛，就早起時人為發得坐係嘛得就去做啲樹幹單咯，就係你鵝類樹幹嘅啊，你鵝類樹幹開一條硬鋼虎學伊咯，你燒大啲外口咧是都無來咯，伊是講是見仔嚟啦，伊是講見仔嚟插落，係你看咯。所以有人是講講伊按看曲咧是都叫好來喎，3刀啦，伊就拖落去咯。是介意啲人。你唔知咪嘅地方唔通演啊？呢啲像是宿命呢伊嚟宿命伊嘅。伊叫阿偏，時間夠รักษาไม้โปให้กูคัดเจโอเคแล้วต่อแล้วต่อจะได้ขอถอยูตีน成講我咪鬧就會話話成ถอยูตีน呢我答應你朋友是朋友經驗啦唔是自己啦我一路來做 hotel 咧真係幾年真係個數啦 hotel 咧嚟講嚟聽咪講就自己啊特別冇我講我自己 experience 啦唔是講我看到啦特別我頂擺大嘅厝啦講基本上有大條個講我大嘅 flat 啦冇啲邊嚟我大嘅 flat 咯我有人講樓下呢有人飼龜嘅啫，飼幾隻龜啫，特別你唔要你驚死對，特別我是唔敢行，我去特別你電梯門開哦，伊厝外口是唔要有啲牛奶罐啊，伊擺了啫，啲厝外口嘅啫。即係慣啦，伊隔壁嗰本就安怎行過本來，伊有囡仔會行，了有啲牛奶罐嘅可能行咯。了，即係慣啊，是幾耐？習慣啊，是即係慣。未記啊！伊電梯門開了，伊看到會看到嘅咯，伊有牛奶罐咧，會知講是特別是你 baby 嘅物件咯，囡仔嘅。伊擺掉嗰邊嘅咯。了，有一道是半暝唔知是2點3點哦，因為這個應該是飼人啊，一間厝人一個查某哦，伊唔知是接嗰隻，唔知是幾件接伊啊，你就講成個講個唔是普通嘅人會講個你久嘅就講，大人請規個 flat 嘅人啊，係頂大人個了，請我人規間厝，因為伊是5樓，我是7樓嘅。我聽到冇啦。會聽到，我個了未困，伊講個介大聲，伊無 stop 人普通人嚟番講啊，就表示唔知安怎無聲去啊。伊講後尾人
唔知安怎，我無唔加落去看，我一樣我未看，我是大邊個看，M 看空啊，可能。一樣叫翁公，竟然叫你翁公來咯。了會聽到伊翁公罵伊咯，也成個也說啊。說伊會聽到，即是是聽到說真大聲，即是叫伊點嘛，是叫伊安怎咯。特別嗰時也樣咯，樣個I think有點幾兩點鐘樣。樣。哦，就樣喎。一上有可能也是只囡仔都未應對嘛，伊上個囡仔一好樣。你捌看過你這neighbor？你知無？唔捌，我唔捌。特別在因為我5樓，我7樓。特別捌對面過啊？唔捌，唔知得。你知伊個幾歲是老是少年？應該是。唔知我唔知啊，就是幾歲，特別 maybe 是30幾歲人還是唔知啊。唔是講 teenager 咪啦。我淡薄你幾件告訴，就是即係唔是話我捌一個食本嘅啦，我厝嘅朋友人，伊我爸樣嘅老朋友嘅婆啦，伊婆呢度。介紹我就是個起厝，特別只告訴伊幫嘅媽是本身唔是有飼龜嘅，然後伊呢對看到嘅事情本會看到，所以特擺啊，即係你我聽話伊樣講有時起厝大時啊，樣你開門一聲 ，OK 啊 ，good night 啊，咁咪開門一時，你聽到啲門後尾講，老問插落嚟，就是話人劇嚟到處老問插人，咁咪走，安尼喎。哦，伊幾個曉聽。伊直解鬼講話誒，你是伊有時嘈伊鬼，可能咯。你伊罵你，未死嘅時我聽講啦，罵未死嘅時候，只看考死嘅，伊鬼買綁路嘅。伊似佢買綁嗰時，直拖，可能啊，未死嘅可能。唔知啦，我講我嚟嘛死嘅事款。有 OK， 這是點乜事住咧？冇有好 OK。แล้วแล้ว是後尾是我個記個，咁就罵我講，伊走啊嗰時，伊罵死嘅時候，伊特別嘈伊哋趕罵伊鬼講，放伊走，我咪哋拖大嘢，可能特別嘈伊咧下，後尾個放伊走，似鬼驚就係佢。同佢哋講叫做啲叫 BB 娃娃講 BB 娃娃，BB 娃娃，自敗咯。你講下你BB 娃娃節奏搞，下晝嘅兩成，下晝成啲，阿咪講，阿咪臭話講啊，是個走呀。你講臭話樣就走咧？哦，是咩？因未聽這個物件。哦。無老路，佢只班人只，我不要講啊！你可能有句啊。我甲你講，第啲嘢事都嘛嚟看過，我係第二棒啦咯，對，咪是暗暗嚟講咧咯。แล้ว我定時陣時呢 ，because 我人有畢業典禮嘛，แล้ว我人就有練習講佢哋 drama 嚟看咯，แล้ว就真正換了，แล้ว有一個 student 呢，伊就被伊媽來俾佢在伊嘛，แล้ว伊媽就叫我講斷幫我厝，可以賺益安尼款。แล้ว即間學生咧嗬，伊本地就是有營養員了咯。แล้ว伊就แล้ว我嘛話請，無伊平時就有甲我講咧，講老師你的家附近啊，周圍啊。I mean 外口啦，也袂落。你咪知道咪甲我講過，你一個學生看到嘅，我記。伊到底一等你冇看到嘛？嚇？啊，對。แล้ว伊就過我厝，แล้ว我只下車爾喎吼，伊就點看，伊就點看到迄個我係第二個手章。第二個手章，แล้ว我甲你講過啦嘛，你看我係厝喎吼，外口啦本地是有4個手章嘅，迄個 mango tree 嘅，แล้ว呢咁咧浸㗎了，特別吼真係奇怪，第2章有擺，人講是拿刀講啦，特別咱在是迄個物件了咯，對，就是第2章吼，
伊特別伊發的喎，伊機手機未死哦，手腳個了啊，未死嘅，未死嘅，然後佢哋 student 就看掉佢哋第二個手章，佢講老師啊，有一個人蹲在那邊，然後伊講老師我講換你學嘅或者佢學冇使俾我聽。OK，伊就講有人哭在邊，對，佢講。哦，那一個看嘅一萬年咧，可以講，他的臉很不友善咯，你看咯，呢邊就惡啊，冇講成日就 friendly，冇 friendly，然後 OK 咯，講你咪是驚死咯，未啊，一路來就再講第二個酋長有奇怪物件啦嘛，because 你個冇講我講第二個歧視，我咪甲你講嘛，你驚我驚啊，然後 because 因為你好，我唔知做接啊。我是見就是見你搞你搞三千隻，誒，當然我在生三隻，有個在生三隻，3000塊三隻啊，當然。แล้ว伊個冇因為早前你好的有人過外厝啊，是我 friend 本呢，然後阿妹那師傅講係你的第二棵樹。很奇怪，你看，然後就奇怪咯，佢哋第二個酋長咧就係講，你到底你酋長有啥有係你哪都講嘅道啊？啥物有哦？冇是講安尼款插香呢。本是人講愛插嘅，如果我有安哥，我嘛拜，我冇拜安尼款物件。我知你隻安哥嚇，我知你安哥，你安哥叫你嘈嘢嘛係啊？你安哥嚟嘈嘢嘛？對。然後佢後是 OK 咯，咪接嚟啊咯，接嚟啊，伊講嘢去長益啊咯，然後伊嘛，然後我嘛講，將你小心點啦嚇，我佢講，即係伊頭一擺去你厝啦，內邊啊接嚟我厝頭一擺咯，你接落嚟本就係講要陰陽眼嘅嘛對，對，然後講。即係你小心一點啦嚇！伊就行過咧第二房啊嘛，然後咪去長益咯，然後一出來那時候，你講老師啊，你的第二房裡面啊，哈，真的是有東西的。一講哈，剛才我走過的時候哈，他撲向前來。你成日特別行過時，你皮來啦，皮來依位。皮來到一打到佢哋藤亞每一位，然後我一頭慢慢嚟講轉來轉去，成日講愛看講都是絕絕嘅看。特別我其實諗少個冇感覺掉，特別我冇咧陰陽眼咧。特別有可能我即係我遐只觀嘅數。有可能講伊 already 徛到遠遠嗰邊看條路啦嘛。係啦，特別我都冇 feel 到。絕絕嘛。你再講哦，你不要出面，你知道聽別人好嘅。你聽到嚟講啲嘛？係啦，唔使試下自己講，你講，這樣夜了還沒有睡啊。喲，你講是唔是？對咯。就是咯，伊講看不清楚是查某還是查甫，特別你嗬講要看到嗰一規個面打到你聽下每日嚟轉來轉去，你講看愛看。主人的款，你講意思他穿粉紅色的衣服，冰卡勒的衫。未必是我嚟，我就是個成冰衫。啊，你看咯，然後 maybe 是 Spiderman 嚟就打了藤啊！你頭轉來轉去哇？OK，sorry。冇啦，以後我想去 Tom and Jerry 走啦，落到玻璃夾掉咗幫，叫嘢走未攰。特別佢幾我似妖，你 OK， 你過一個你講嘅事實際係咩 ？Apple 是啊，黃昏了。你 practice 了，那個你阿妹嘅去 practice 啊？嚇？阿妹嘅 practice drama 呀？冇，伊是 practice 了啦，也對了。哦。然後後咧結實，冇啊。奇怪，我冇驚喎。你啲關事是唔係？你都冇。特別我是行過啊，時我個條間開飯店看。
特別浪先啊，浪先你成日，我識你關事嘅是冇咩嚟食你你但係看你食嘅嚇。maybe 咯。冇啦，佢拜拜多想出門嗨嗨我有解釋自己講啊，講啊，你對不對的，你還是要小孩子，你看。哦，你過去做嘢啊，你剛剛做成世人。啊，not bad。你過去買啦，特別我講咗，你係香嘅人驚你誒。嗱，你唔是對住你香嘅鬼啦，但是你對住你只平常嘅 spirit 嗬，你哪香你就哪驚嘅鬼，邊人伊驚人個邊人驚伊。特別我同你講會有我講。無，我甲你講，你講你看哪樣啊？咪啦吼，有誒嘛是無驚呐，有一間聽眾我伊甲我 share 過一個故事啦吼，是講，我是頂住你Starbucks是講嘅。對。特別我袂記嘅 details 特別伊是講，毋知是伊小弟啊，是最主要袂記啊啦。講過一個萬山，了過一個萬山，了迄個萬山毋知是空嘅呢，還是無人啊啦，暫時。了 after that 若是伊講伊看花木島嘅人咧，就落來毋知是做咩事。唔知是做咩啦，伊就講，唔知是講阿妹噶，是講蝦米啦嗬。แล้ว after that 是 suddenly 就顯起啊喎。伊講就大聲，伊就顯起啊。顯起啊 after that 等伊請起來時，伊講頭先我有迄個有一個穿紅衫嘅查某鬼 slap 伊。喲，擺啊！伊講伊擺下。你就顯起啊！伊是行過你半山無人啦，你半山就係紅衫嘅，就話幾擺啦。嚇！伊講條物件是講，唔知講咩鬼啊啦，伊就掉把啦，伊就顯起啊！哦，伊是實在佚佗佚講嘅時候幾擺。別記啊，唔知是咩人㗎，是蝦米啊啦，唔知只是安尼款講啊，學你幾擺咯。哦，你就搞個衰啦，唔知看到個學幾擺哦。好笑。阿伯。應該是安尼款啊，若是講我應該是無錯。特別伊聽到應該知，若是講你聽伊叫咩名？你只人叫，咱到底咱有名？有嘛？因為這咱無開名，無開名，咱無開名。那是儂紅波係對，伊紅嗰個有笑嘅，就叫我咪講嘅名啦。係啦，正名咪講。那是你聽到咧，你那是被搞包槍，那是被嘅，但係物件你使叫我幫嘢嚟講講啦。啊，唔就是不知到底係咱使落音嘅時，咱使落杯嘅到底係嗬。講嘢拍攝，你拍攝啦，未佢到呢邊。然後好，當然到底要就講啊，必生。講捆綁嘅嘛咯。哦，對，捆綁就講啊，但係是8月啊，捆綁嘅。佢確定等到啲8月先，然後必生成講成。OK，這故事是我嘅三姑講嘅啦。伊是掠飼囝嘅。嚇？沒有掠咩？伊掠飼囝。飼囝係咩？哦，飼囝嚇。有一暗呢，伊就去掠飼囝個伊個囝咯。尾到底幫忙呢，伊就聽人叫伊名。哦。伊就遠遠就聽人叫伊名。伊個囝就唔知影咯，伊講有人叫你，有人叫，叫你咯。尾是伊老爸講咪插小啦，那個你幫做那工啦。就是安尼看阿妹那是聽到是袂使信嘅。就是伊啲阿妹咯。尾迄聲煮叫見咯。尾就是把三姑嘛驚咗咯，驚咗嘛，幫什麼幫地下海邊嘛趕緊大家車隊咯。了，大家車隊。趕緊走隊咯。你驚看到？伊驚無少哦。尾到來走嘅時候，一看地下海有一拍青色嘅火嚇。哦。尾到走隊講伊個頭我一支徛起來。哦，冇幾長㗎啦，冇幾長。喂，聽到是講是
校即個校項係，你咪是講聽人叫伊名，到底讀冊時到 college student house 時，我就只把經驗過聲聽你名人叫亂啊。唔捌。你比上，你對佢有時，然後對佢有一刀呢啦，是特擺去掠字咩事，都聽到嘅。無一刀呢啦。哦。本嚟帶伊 area 去厝本是有物件咧。伊厝本是有啊咩？本是有迄物件咧。哦，你特擺你捌去過伊厝？有啦。你去時有感覺了咧？無啦，我伊個無感覺誒。哦，你不是運管菜館成個玩咧？我是去 V V 我係自辦我都冇感覺嘅，我個只去過嗬，我個只去過吸物超呢，我開掉我超呢話，because 我是 sometimes I feel 得到，你只去係你幫，安尼 ，because 你話是 because 伊自落伊自幫暗暗啊，伊自幫無會不同啊就未到節嘅嘛，所以。你其實你就是看到是你是在按照款的距離啦，有的距離你就看到是因為是暗暗距離，還是真係有物件的距離，你知道？所以我是幫開掉呢，maybe 我無夠久啦，可能我只快啦嘛，只去我無想講只去戒掉，然後幫 relax 落來啊是心，because 是幫個行入來啊，個搞啊，個下面物件個留咗，那無用了，嗰個是個無用啊，個無用嘅事。特別我見到個冇啱嘅數啊！特別有當時我免了，我當時我就驚啲叫我哋 feel 到咧，我就冇好事，咪叫我哋 feel 到。實定點我去看厝嘅時，特別我成日去看厝嘅時，我就是驚啲喺厝我 feel 到，然後冇生我就買嘅。哦。hotel room 係你看呢？hotel room 啊，就是講我去定住你貴嘅，講你定到 hospital 嘅 hotel 係，我去時我就驚，我知啊嘛，時我就去，特別 jeep 去時我個冇 feel 到幫行咋，所以我講 OK 啦，maybe 冇幫行。困是計啦，我困嘅時唔是驚，唔是咁大條距離，困時是想到我朋友人甲我講，你唔知聽到你 wheelchair 嘅聲，唔知聽到嚟 miss 叫啦，你叫我呢？係你是我朋友人好啊，我唔是講我自己感覺。係是 miss 叫嘅啦。是叫，冇人講你特別請你 miss 冇，一陣一鬼都唔敢嚟插亂路嘅。我講買咯，肯定是叫我 miss 多啷，自己sakit，是話扮冰山喺度看。係啦。哎呦，頂擺我一個朋友啊，伊是做tour guide啊，伊是啲邊領帶阿摩團啊，了未使講嘢嚇。未使。問講咩？咪對本啦，直頭冇講嚟啊。真係出名嘅一個學校。了。真係貴啊！我希望講實啫。了。得，問講了。伊家己是邊個嘅人啊？講幾咗學校？咪講啦，看到我條 edit 我扒落啊，我叫規件一下落啊。有啲浪名叫嘟學校。嘟了。了，伊是邊個特別因為伊帶團嘛是管是。加方便嘛，伊本是大病，伊本是樣學伊下學伊一個 room 嘅嘛。然後半暝有面試咯，叫伊請每日食物件。伊是我家己，我捌嘅啫，我捌家講伊家己本身講，伊裝短出大。哦，伊面試叫伊請啊？面試啊！叫伊請啦，伊開目睭啦是面試啊。我哋時啊，你個記州就係辦面試，我記得你你愛食海鮮喎。哦，你未食咪要玩埋。哎呦，真正啊，學到。OK，等陣，聽到對啦，後你講過，等我每日八要講你困忙嘅。忙嘅咧有一道嘅是我係隔壁。對方菜店仔對我真好誒，雖然是達到對伊去商會下面啦，了伊早4年前生肝嘅 cancer 了冇去嘛，然後嗰時我冇去拜伊咗。伊是對大較整個大人大漢鬼路啦，是商會。50歲人了。哦 ，OK， 成個你 parents 在那會。我就叫 uncle 啊呢，了其實是冇親戚關係，實際是咁樣叫嘅。了，伊迄時我拄我
伊when 伊pass away 時，我拄拄去 outstation，แล้ว我對來時我知講伊 pass away 了，只 casino 了，我有去伊嘅菜店買有去拜飲樣，แล้ว at night 嘅時候，我做飯我過一下，還是出山去啊啦？過了嚇，แล้ว頭前係咪好貴咧？แล้ว我做飯講我搭下車過伊嘅店嘅門口喎，แล้ว我就奇怪，我幾個月我搭下車。แล้วก็ตักข้าจะคุยแล้วคนที่จีดีบอกเขาว่าอังเกอร์อันนั้นจีดีบอกเขาเนี่ยก็บอกว่าแซนมาจีหลังจัวแล้วก็อายุใจส่วนนั้นเองก็รู้ละรู้สึกบอกเขารู้บอกอะไรป่วยวะแล้วก็จะว่าอย่าว่าบอกเองมาบอกเองก็มาคุยลูกค้าเขาจะมียาโลใช่ป่วยแล้วแม่น่ะลองเซลล์เนี่ยเขาลองคิดกับกี่บอกเองนะแม่กว้างว่าลังนะแล้ว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อันนี้โอเคแล้วเอง希望กันอะไรตูบินนะ打一波，我就到嚇！我就是每日看你再講意思啊，為還是你都會幫嘅？我啲幫就是我隻大卡車走我嚟冰線時候，伊唔是死啊，冰線就冇啲啊。哦，特別你講話是冇，你冇想到講意思㗎啦，還是？嚇，แล้ว特別第แปลกๆ嘅就是我下就我車嘢嚟咯。我話車嘢我就做橫啊。แล้ว我邊頭我佢哋自己邊有都隨話，我卡就我車嘢，車攞刀啦，車攞刀，你先顧擔啊！講佢哋一講都流靈過，叫夾叻啫，我講，แล้ว the next day 佢咩企計講我講我你出爽每拜你為嘈咯，sorry 啊咪，佢叫我講伊講冇人陪我，梗係驚啦，講伊拖落去。我講聽我就是我講嘅啦，我未記講伊就是我唔知我當時 try 啲想法到底是伊唔知做第七，你知唔是做七幾個七啊？頭七㗎。我未記講伊唔知到時係頭七㗎，還是伊生日啊？上個是伊生日，伊上個唔是伊死日。唔是我到啲 Christmas 嘅時候，我真係事啊！我講聽咗時候，我會記是 Christmas 嘅時候，然後我到我係講調住玩嘛，然後我講是伊表聽，你講我話表聽嘛，所以你特別講成個福建話是調住話嘅有聽咯，然後我是冇講調住話，我佢就是想我人成日講福建話，伊個叫伊 understand 啊，所以我未記講是，但是伊唔知第幾個節咧，還是。伊生日嘅事 ，because 我特別講我厝人特別講阿公咧，伊是無幫佢數啊，就係講伊生日咧，還是伊死嘅日，還是伊生日咧，伊做忌嘅日啊，伊跌掉成個被可能幫掉，還是就咪一隻背你會記嘅咯就，然後我就講喂，我就無去插伊咧，你可能我唔係經驗過嘛，所以。有一日是我困，我到底我房間，你真人講困骹無咪好，腰到底妹無咪好啊？啥？唔使。伊即是房間妹啦，唔是大妹啦，房間妹啦。上妹係因為人講死啦，加向出去。所以我名稱是腰一頭，我到底一間房間時，我骹是一頭腰到底妹嘅位咧就，然後就開妹就是倒邊就是樓梯落去樓骹咯，頭前就是，你成日樓骹會徛起來時，你就是去頭一隻手邊就是我嘅房間門就對啦。所以我困嘛咧，早起未醒成個6點幾7點，嗰個暗暗嘅時啊，我醒起來嘅時候，我看我係講開門入來到底我房間門咋，我到底我頭腦裏面我知講我係講死嘅 ，because 是怪古本咧唔知幾啊幾個月啦。我唔是就講我看到伊啊，我未記講伊死，特別我再講伊死咧就一開門咧，我就看到伊就講，哎呀講等陣，我個佢講Merry Christmas，然後 Merry Christmas 我唔要講，即係調福建話調住話，我個佢講唔知咩聖誕快樂，使乜落浪講咯就，你係我就會記到成啦，你我就咁樣拖伊手，走去我買房間咯就，你是我買嘅爸嘛，走去我買房間，就接開門我買房間咧，我就請下是，或者就請起來。然後我就感覺講唔知是唔是咯，然後是每隻小就唔知是我拄好拄到伊唔知是生日啊是伊啊咪伊嘅日子來看咯，可能看到，一刀能對過一刀，我就清楚你話記講 Merry Christmas 嘅時候，我不要講我亂講嘛。
邊我唔知台有啲都日本就有聽過啦。我一個 friend 喺日本做 exchange student 嘅時候，佢哋 family 嚟講，伊講日本啊，就 particular 樣燒嘅香啊，佢哋香講係拜祖先嘅香啊，若是慢多啦，就證明講伊嘅自身無來過咗。因為人講佢哋做 stick 咗，when 伊啲燒料嘅時啦，你若看講伊特別紅特別貴啦，唔是烘貴咗，是樣來熟。哦，所以樣來熟。因為伊講有一道嘢，伊佢哋日本嘅家庭甲伊講，伊燒伊做13年哦，伊甲伊講後面就伊講伊嘅媽係貴先，唔知第幾類切嘅事啦，伊嘅細漢查某囝係困佇榻榻米位哦。伊 feel 到有人來掃伊個頭，了開伊看到阿媽講，佢講就不甲伊罵，講阿媽對來曬養伊，因為細漢唔知他們做事，了話了，規個口就 panic 嘛，了都知養日本養白養是寫一個厝囝了，規條安尼，了伊個細查某囝就拖伊媽講，你看我做 decoration 厝好愈做，成個鐵土袋考上去啦，我真係試試驚踩嚇。了就真啊 panic 咯，了伊個爸就咁樣攏就我驚，就我驚冇阿媽行喺邊也香來味咗。伊講了幾句話啦，因看了伊個香了 on the spot 啦，冇夠10秒了，第一半嘢。哦。第一半嘢，伊講伊問就我驚，就我驚講阿媽。味較嚟香嘅。即係伊講伊話較嚟味，伊甲我朋友講嘅時候，我朋友講伊無必要機會看我房較嚟味啦。伊是 actually 較嚟房間香本是無風無料嘅，無風，伊有嘅風是較嚟 ventilation fan 啲定面，了樣無開了。哇！老有講到幾樣嘅物件，本來了門嘛，你第一邊嘅是，真係有人開門啊，佢就講嚟我佢都出卡只邊頭是馬嚟講做。唔捌聽過呢，特別我知講樣去拜公公嗬，樣去暗嗬，因嘛是外口嘛是插香嘅咯。唔是講私人咩咯，樣正自家講爺嚟薰啊，嚟打樣嘅頭啊。佢樣燒啊，佢手包頭嘅。實能做咁樣嘅呢嘢嚟打啦。樣正自家嚟薰，樣是。杯 and， 意思成個合 blessing 嘅嘢，杯 and 嚟。對。微話。冇我成日問看講你人有聽講酒店嘅 room 學隔頭間嘅房間未使困。是無好嘅嚇。冇啊，冇聽過，我冇聽過啊。我冇聽過。隔頭間入面講 the last room 啦，第每一間。第每一間嘅房間。第每一間嘅房間了嚇。佢一道佢叫我啲佢哋邊咧是講嘅啊，佢哋一嘟佢叫我大哥嘛是隔頭間咯。嗱我同你講嗬，第啲嘅時候，我就帶團去一個旅行嘛，按咗嚟就我聽你 podcast 嘛。唔是金馬倫是另外一個啦。OK 嚇，另外一個領嘅嘢。山頂嘅個另外一個山頂嚇，แล้ว後頭那時呢嗬，我就而家冇猜哦，我日就隔頭勁咯。แล้ว嗬就奇怪咧就，本地我是困個導遊嘅咧就，แล้ว你導遊。是困個即係交情嚇。แล้วอีสันนี่ก็อีก別人換房間啊喎。一叫八個另外一個導遊帶就嚇，แล้ว我嘛無去猜，無去插腰，嗰時候講家己一間房間應該真正少嚇，對咯，對。然後咧係GQ，我呢是無感覺咩 ，and then maybe 是有驚淡薄啦 ，because 我係佢哋 student 啊，本有甲我講，你講伊隔頭間吼，聽講有你物件咯，你看。你上隻 student 啊？
無相嘅，即係是人 maybe 是迷信啊，你看，然後我就無去理哦，我就安怎講啊？我無蝦米感覺啦，入去我本是無感覺講理㗎啥物你看啦，然後我就 continue 做我物件，然後我有叫我嘅 student 嗬，甲了 around 10點半你看去我嘅房間。然後我是買物件請人食安尼款，然後呢啱好呢就好一間有陰陽眼嘅呢，伊就對調咯，對調來啊嗬，入到我房間嘅時候，然後我就甲了人，because student 就濟嘛，10幾間啊，你看到我房間嘛，咧房間個下，然後我就無去看安怎啦，特別 when 差唔多嘢走嘅時候吼，我有看佢睇陰陽眼，伊面色啥無咪對片啊，你看就，啥無咪對片啊，你看咧，我就再講應該是有咪好事啊，咪好事啊咯，然後暗暝嘅時，我就去一個咯，半暝嘅時有 activity 啦，去。都在另外一個山頂是做咩下博橋，然後 after that 真正奇怪喎，我同你講啦，明啦，佢哋 jeep 啊，嗬是歪啦，然後我就下注咯，嗬嘛係一個佢哋 jeep 到一個 jeep 咯，嗬，然後真奇怪喎，然後我係然後咪等開啊是贏嘛對，你咪陪我咯，特別嗬一主動嘅學別人嘅喎，你一無嘅學我，然後我講，我明我頭先有攞嚟有一個接是15塊嘅嘛嗬，然後我下落去啦，按照你講是佢哋中國查某嘅，你中國查某係本成人嗰隻喎。是伊嘅，但我唔知講是唔是你中國查某啲撈啦，上面啦，你就講你愛看你閉路電視哦，你 CCTV 哦，你話講，你個咧人看掉我都知喎，你就咪就係，你講咧我講 man 咯，man 咯，然後我感覺到真正無對皮聲，講鬼掩眼啊，你看都知喎，然後嚇，然後接落來嗬，就輸㗎了喎，一個安尼接就輸嘅喎。我以大細嘛嗬，我本地是贏咧，嗬咧，suddenly 個咧輸㗎了嘅喎，然後又見到咪對去房間喎，然後對去房間我就冇理伊啊啦，然後 next day 那時呢，佢看我人就落來啊咯，落山咯，然後看陰陽眼嘅嗬，伊就跟我講，老師你昨天有事嘛？然後講。冇輸啊，還沒輸。你講，你知道嗎？你的房間裡面有很多。喲，然後叫貴啊！叫貴。有多少？你講總共有5隻。喲！你講呢？2隻呢？當砧板嘅位。是啊，那個用砧板，用砧剪刀。然後你講冇聲啊，冇啦，草地那邊。然後 after that 時呢，嗬，你講還有2個嗬很奇怪，你講真奇怪嘅，因為呢嗬一是疊着的。哦，塔。喏，疊塔，直接到塔到另個隻頂面嚇。嚇，然後是穿西裝嘅講。喲。穿西裝嘅。西裝是啊。嚇？西裝就講西裝，西裝佢講啊，成骨呢？啊，打波啊咯，你看腦裏貼掉，貼掉，然後講可能他們是做馬戲的啦。喂，老師，我係馬腳皮，我腳皮嘅。然後嘛4隻呢咯對哦，那個好像還有一隻吼很恐怖的，他就在。因為我本身邊啊，嗬是一個就多定鏡那款嘛，嗬，然後就講他在那個桌子的旁邊那邊蹲着，然後一直看着那個床上。然後我講我就是困我喺你corner，你 corner 咯就係。佢呢個梗係衰呢，定係只有起行我輸咗，我就起行。
，BB 娃娃，我个在路输类的，所以赢类啊，赢到搞到拖物件咯，哟，输个表，好，那个好。所以 help 路咧是一度搞到拖物件咯，一度對路咯，花錢消災，花錢消災。係啦，好個仔，好個仔。伊嘛係實邊講是伊 help 路，伊攏都無，伊都無看到，伊唔知講因佇遐邊啦。伊個拖伊會使講袂好嘅嘛，都唔知住住咯。特別好，我甲你講，伊即個吼，伊講即個鬼啊，敢若袂走了，你就伊 stick on the wall 了喎。伊講鬼啊吼，毋是講甲了會行來行去，有誒吼，安怎啊？定定講啊，到角落安尼款啊，到一個角落，because 黏到迄邊，伊袂走了誒，伊就蝕到迄邊了。在即個是叫啥物？即叫人講壁靈牆上靈，樣是我壁話，樣袂走，樣我。是上個頂住日本豆腐講到啲壁嘅人出來，伊叫。是啊，類似啊，那款的物件。那伊講吼，那我問講哦，你看到他的臉嘛？伊講佢咧無面嘅喎，五隻個無面嘅。伊講吼有面嘅啦吼，有較濟啦，成日講佢咧有陰陽眼嘅啊吼。伊講未看到伊人正面嘅，伊人嘅面是黃嘅。所以我跳過佢那打。對，冇錯。講嘅，你看未見啊？看到是 double vision 㗎了。我朋友，我一個朋友日本嘅話，就是講我不跟你講過嘛，講伊眼裏看到一個幾難人面，你個看到馬嘅面嚟叫，我就啲 flicker 嘅。我伊個翕張，伊有另外一條相似翕嘅聲，變另外一條啦。伊講伊特別黑起一delete起，我冇看到迄一條。伊講伊看到迄一條咧，是看到一個夾布。即係打波，即係查某穿西裝啊，查某穿成啊較舊嘅日本啊裝咧嚇。有時到啲幫嘅，伊是到日本啊。伊講到啲看到伊是，伊本無看唔到伊面嘅。伊講特別伊身軀，你看到伊輕白白淡薄呢，你是落架去卡到啲腰嘅底嚇，伊慢慢成個飛了冇去咋。แล้วอีบินดูความเป็นเดียวปุ๊บอันนั้นแปะอันนั้นบูๆนะตัมโปนี่ความเดียวตัมโปอีอันนั้นแต่เป็นความเดียวอีจุดอีสังก็是สังก็จุดต่อเดียวนะฮันตัวเดียว啦你ความ是บูอันนี้ความเนาะ That is why is student 能夠話 describe， but like actually 成日講我厝嘅喎，伊講伊看到嘅時候，伊不是看到外口係形呢，伊看無到目睭下面。อันนี้ความ規邊白白，อันนี้ความ轉來轉去，อันนี้ความ樣咯。哎呀，轉來轉去嘅幾了。對住講揸幾難接落去講嘅，係咪講你講？嚇？係咪講？不要。揸幾難接嘅時，我落嘅時啊，我唔是咁講嘅時候，都要跳喺邊啊。佢講你一擺，佢講你一擺，到底學到會乜嘢啊？冇啦，講佢哋細漢時十幾歲時講人病卡7月做戲嘛。哦，係對。然後我徛了咧，我隻手邊。啊，對。手毛幾長啊，真係離譜！然後奇怪就是邊啊叫人直直看我都無明白，然後嘛看起去咯，只自然咧看伊，然後看無明顯是一個毛一，感覺到伊聲對着我笑，特別伊面是只有物件加落落來，只有血啊，啥物加落，總之伊面是無正種面着。然後我嚇着我就走回去對面街路人都起檔嘛。起檔嘅人對了我衝來嘅這樣，伊又配比亂掃咗，並唔是胡話啦。伊是掃啦，直直將我搞我爸講，我講你對面嗰個大寶係二呢啊，直直講笑伊面就按咁樣，直直見住我爸講得路，然後我看叫人樣，伊是所謂打了卡車嘛，actually 卡車是無變紅卡下，走去搞我下手走去咯。然後伊起檔嘅人就對了叫我爸拖我去中。又回避術แล้ว講我還要係咪咯？結果都係少2禮拜。哦，少2禮拜。2禮拜。就是一真係是講到冇 vision 你都看唔到樣嘅，特別樣就係講唔使條樣了。所以because我聽人講正阿毛啦，我看樣是講樣嘅鬼嘅世界不好，你看到因為 shape 係每一隻看開係用隻 energy 嘅看到 shape 咋。Unless 是講人講有影嘅咯，有時講 the best way 是 when the time 真係是 realize 講可能你件事，當到是看無，因為樣在講用會 contact 到樣嘅啦，樣 try 掉。好你看咯，嗰個好你看咧。做乜嘢啦？係我呢個叫你 help 伊嘅，叫你到下手做物件嘅。哦，
因為之前了較濟是，甲了是有着 accident 還是無感官毒車。就是成個病，但係係見你喂你被紐約隔咧，啊不，我冇講紐約隔，你話處嘅 friend，喂馬係朋友，因為佢被紐約隔，但係我是一直做 factory 嘛，特別。伊做 factory 誒，你時伊嚟伊我爸我自己嘅親戚是印尼嘅隔咧嘛，所以伊特擺到啲伊嚟我人行會咧是去 factory 賣邊印尼嘅隔咧，所以我特擺叫邊印尼嘅隔咧。伊做 radio factory 做 radio， 伊 factory 做 radio 誒。anyway 啊，誒是咱不了，特別我講聽，咱我每看最有看幾個故事嘛，有聽幾個故事嘛，哦。有相信幾啊嘛？咱有92%嘅人，93%嘅人講相信，敢若7%人講無相信嘅。咱較濟。咱迄個7%嘅人啊，後頭都會看到嘅。等一律單。喲，為乜我嘅用律單？律單。我最近到咗一個 ebook 啊，我看到一個講學弟嘅啊，怪幾本嘅，伊是講。一個嘅口去學校大咯，伊是差不多個了了，多個學人房間收拾個了，甲人講啊，嘛佢接對人去即幾點去，攏是free and easy 咯，自由活動安尼咯。了伊就迄個 family 是查某囝了一細漢囝了老爸老母嘛，了老爸老母就講有一個物件食咯，所嘛煮甲燒弟學校房間咯。了一萬年時哦，迄個蒸蛋咯，酒店蒸蛋，了伊就伊房間位蛋咧，煮到開門了，看到是多介嘛，多介查某伊甲人講，攏知哦，攏大即間啊，伊會學到食垃圾迄種，伊若有查某哦，敲門叫人講送物件來蝦米啊，攏會記攏毋通開咯，伊就是表命開嘅咯，安尼就講咯，了嘛嚇咧，了嚇咧多介甲講。你不要緊嘅啦，一買開門就對啦，伊會假扮攏白買聲，特別攏會記 from 迄個 fish eye 看出去，若看到無頭就會記經常開門咯，係咪咯？了就差啲多介就出去了，了伊查某囝嘛驚嘛敲門囝咧，嘛甲伊小弟講，了做到一萬年嚟哦，真單了咗，講有人送物件來room service，咧看出去，你真係是看到一個無頭嘅咗。嘛驚咯，嘛唔敢咯，嘛死冚住唔敢出聲咯，點點點，了其實一晚天有人聽到無口，伊個爸叫人開門嘅時候，因為小弟嘛就歡喜俾開門，伊會知，但是咱只小唔對安尼咧，伊把有鎖匙嘛，做咩事要叫開門，看出去夭壽，嗰時無口，嗰時常常無頭起來了咗，了伊知個小弟嘛，好了諗了咯，到一晚天時，伊就聽到伊酒店伊房間開門嘅聲，啊看到伊爸嘛來啊嘛，嘛後尾。嚇條後尾走去諗嘢，爸母嘛佢講，要計驚了，伊講大媽有啲蝦米貴啦，咪講好彩啊！你導遊甲我人講蝦米物件咯，講者伊喺嘛講伊就，伊講真誒啊！伊講10分鐘以前哦，導遊對咧出去啊，過幾路我都好似落死呢。意思是講導遊是死去咗就特別關係好心對嚟甲人講我呢。哇老誒！我看了迄個 ebook 啊，我改咯，我幾名未看。冇記得。我講聽，係咪嘅？這是故事嚟嘛？故事啦，真係。有時講發生啲啲啲一個 Canada 嘅，你有時講亞洲故事嚟做咯。你我看迄個 website 嗰個是假數嘅，但你計字你我看。拉薩片個物件啊嘛，拉薩片。我一個物件講俾 clarify 起來咯。較早I think a few episode ago 還是2 months ago 啊，咱有講到即個有人講到即個日本血嘅喎。對。日本血嘅嗰樣有走出來，我甲你講啦嚇，我拜即個血嘅咋。我甲 clarify 講我拜即個這是佛教啦，這是佛教嚟，所以伊是帶啲日本嚟過來咯。Then即係有真濟人 misunderstand 啦 ，because 我知咩數？because 我嘅佛徒啊是惡食嘅咋，較濟啦，呀，做咩數惡食咧 ？because 咧又是 cultural 係 different 嘅咋。你就就帶啲日本嚟啊，惡食啊，就是代表 supreme 嘅咋。係第一關了嘅，所以有 black belt 嘛，所以有 black belt 嘛。然後長人呢有紅色呢是代表心正歡喜，對。
所以咱教因啊红色的指甲嘛喎，那做咩事往白是白色的指甲呢 ？because 往是代表清氣，往是代表清氣。然後往係做咩事被活度呢 ？because 日本啊有。伊人誒物件，嗰是真正清氣嘅嗰種，所以樣嘅紅光啊，還是樣小往嘅血啊，有往是有一條湖啦，往有一條紙往寫往叫二本尊嗰種，往叫個漢山啊，所以往即個個漢山往寫到內邊咧，係多啲活度嚟，咪學頭本接嚟嗰種，所以是按翻嚟關鍵嗰種。你啱啱有做咩事往嘅向會多下了咧？考曬都就日本啊，都是真正清氣嘅。講嚟講去咧，一多了，所以煙啊，即係加別杯嚇，加別杯。因為咱當人係茶了喎，所以煙嘅杯加一啲我對加啦，咩？你是講佢哋香嘅菇呀？香菇啦，而家是香，我去，你咪是去，我唔知，我這唔是拜會啦，即是我朋友嘅爸，我朋友爸死啊，我去日本嘅時定就是，誒咪是，你話因你在日本就係 respect 你死去咧長輩嘛。嚇！แล้วอี香嗰時啲啲，你看你點樣行都去睇到啲嘢香菇嘅位，你唔是擦掉嘛？OK，所以其實當人看這是看到個，喲，這是啥觀察咯？แล้ว你香多了嘅喎，แล้ว白蠟質嘅喎，แล้ว愛度嘅喎，แล้ว係多啲棒徑嘅喎，最做咩事係多啲棒徑嘅 ？because 啊。啊，這時我成日講新嘅 member 就係接嘅時候 ，maybe 伊個 daughter try to 念，還是伊個寶貝成日講接即係被念啦，被成日講 practice 即係 Buddhism 咯喎，所以較濟 maybe husband 無熟㗎喎，你喺度係多啲棒徑嘅啫，特別我人咧有時係多啲聽嘅。所以我爸咧又差不多有30幾年啦，所以我有冇拄到 any problem at all 啦，我係咁講咯。特別你講，所以即係講podcast 而 to clarify out 啦，so that 咪有人成講 keep on understanding。係啦，對。我成日講嗬，我成日講佢哋香嗬，你看多條啊，你看菜啊，你看係喎嗬，血暗嘅會愛清氣，血暗本身你看呢。所以冇咩特別嘅，我冇看過。佢啱嗰時候係剃掉嚇，係你講剃掉嘅嚇。有本有一個絲絲格格嘅，你講你嚇，แล้ว伊會使你講下掉台多落嚟嘅，你講。特別我講聽只冇插到係咪教係啊？你唔會只照你即是咱是 misunderstanding 嘅，because 咱冇想教這數。有你是特別你冇想教，每時有自己寫淡薄誒，係我唔夾講啦，特別我是講都冇插到係咪教，本時有你本時有寫，我講我係厝嘅隔壁嚟講，伊定到伊咪是講伊是 Christian， 特別我哋聽伊寫歌幾時，我咪是計幾年啊。特別厝嘅歌幾啊？歌幾係 speak in tongue 嘅嚇。係 speak in tongue 是計驚啦咯要。有嘅 Christian 係 speak in tongue 嘅嚇，有嘅人嘛是未接受嘅 ，Christian 嘛是未接受講係 speak in tongue。係啦。定住我對起時我 judge 入面我去 judge 我隻手邊入面我去看，安怎你一人哭掉？我想講樣你 youth group 嘅人，嗰啲少年到邊哭掉？我想到邊搏，一成個搏膠，你就到啲中一啲物件咧，成個哭到啲邊。我想到啲邊到啲 judge 入面搏膠，一看佢講係是中一個另一雜波，你一啲念經可以，你一到邊度跳多打咧。我唔知咩事。上個我掉不夠安尼啦。上個我正係只港橋 operator 啊，查某條 hysteric 安尼啦。我正條 hysteric 咗，你還那查某那條 hysteric 咗，咧伊還那查甫，上個樣係有下肢來或者咩咗，樣身軀大到扎一個 bag 咗，咧 bag 內面有一支係是叫咩啊？頭目是叫咩啊？係咪查嚟嚇？頭目是咪查嚇？嚇，頭目是咪查？佢哋總之冇真事，咁咧用係種嘅查嚟講啲藥，因為是規機，因冇個意義咗，咧就第一查某嘅卡班底，你對 Siri 卡班底藥，切咗藥食，咧你看到一查某嘅面白白嘅，真係幾嘢。Harry Potter。安怎 Harry Potter 有咩 ？Harry Potter 咪有一支物件咯。即刻錯。之前我看到丟到呢，成個一定嘅。呢句先掉下嚟。
OK，咱咪耍啦，咱1點鐘20分了，冇把刀冇鬼故事講，咱上度跟你講過了，咱下個節過來講過，你知道咱馬路加落到3節嘛，所以我比較快啊 ，within 2禮拜咱可以落啊，嚇？安尼 next episode 我講個等你啊。係講下啫，這叫啊？用啊我啦。嚇，必生。即係 Halloween 啊。嚇。Halloween 是真正有鬼出來喎。冇啦 ，Halloween 時候都清爽呢。Halloween 冇啦 ，Halloween 過你這禮拜啊？嚇？啊，轉頭俾我一隻嘅。哪一隻啦？一隻。OK，感謝各位聽眾講嘅鬼故事啊！誒啦，禮拜，那是咱最有興趣講嘅，你哋成日讀啲嚟話，特季節落音，咪是每時落一節鬼嘅 episode，所以就是你有興趣嚟講咧，朋友或者都自己親身經驗咧，你就嚟講成個話特別嘅邊咧，別生啦，個有麻油啦，微微娃娃垃圾片加拖油丁，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再見，拜拜。拜拜。